教育部最近协助新竹的明星科技大学设立全台湾第一个智慧制作人才培育基地，学生伫咧学校内底就当操作到业界伫咧使用的专业机械，那会当提升因的专业技术，也会当提早训练到产业必要的人才。学生专心操作机械，这个设备价值拢要几啊百万。学生原本在学校上专业课程，敢若纸上谈兵，即马会使实际操作。我们有碰到这些设备的机会，可能就是我们大四出去实习的时候。那我们学校有这些设备，就让我们可以在实习之前先一步的学习。有了这些设备之后，我学到了很多实际操作上遇到的问题。教育部补助民生科技大学成立全台湾第一个智慧制作人才培育基地，内底有 CNC 精密加工等等的设备，学生会当在这培养精密加工技术。进入工业4.0的时候，最欠缺的就是智慧制造的一个人才，产官学研这几块大家能够来相合作的话。应该能够培养更多的人才。采购跟业界目前实际上在使用的设备，来培育我们的人才。那我们希望说，我们的学生除了说在毕业及就业以外，他能够在学期间就能够获得我们业界所需要的一些这个知识，让我们的学校能够发挥我们培育人才的一个功能。产业界人士表示，台湾进入小件化的时代，产业爱自动化，真需要精密加工甲智慧制作产业的人才。学生若在学校，就有咧学习产业界的机械操作，一毕业进入产业，就使直接上手，对台湾智慧制作产业的提升真有帮助。记者刘君豪，新竹报道。